傾下偈。開波，快做快做。啱啊，撞死佢！啊，加油，阿叔！快啲啊！快個！係嘛？咁對輸佢哋喎，你睇睇佢哋。好似 OK。收大人，收大啲。我問下，有邊個？啊？你係咪睇？你係咪好似佢哋咁樣跟大隊啊？你係？係啊係啊。咁我就大隊㗎喎。你跟大隊嘅，咁我就大隊咯，我就。OK。得罪咗最好打個咩？上啦！好快嘅，得咗喎，唔係得步喎。但係最近我哋呢個 G 波嘅人都好中意講大。
2分鐘。哇！卡仔，點咧？又點樣處理咧？又開始龍回牌嘅環節。50秒。喂，夾佢啊！爭1分咋？你24秒未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